哎，他咋子些不是要回去吗？没有，他那天也在小厂，都在。哎，张你没？你今天为啥不举办那个呢？啊？没聚会。对。你来了。Hello。哇，都在这儿。爸。昨天晚上时间太少了。哎，衣服都穿了他。这是圈子吧？这是一个圈子。对。真事儿也在，真事儿。这中国移动，我记得我们旁边停车的位置，就是所谓的小厂，就是以前陆路那边、青阳宫那边晚上不让跳嘛，到9点半以后就不让跳了，然后在这边找的。以前这边也有，但这边收的比较早，9点半就没有了。然后他们跳过道，我就在这跳。对，我刚刚我还不知道呢，反正我就猜他这么大，但是没想到这么大。来吧，你们跳吧，你跳吧，你们跳吧。可以帮着我妈妈的呀。不用，我帮了，等会儿马上走了，因为你这样我要11点就要关门了，等会儿马上只有10多分钟了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再跳开几分钟嘛。啊。跳舞的人多。跳得晚了嘛，我们这儿11点就关门了嘛，你10点半就要关门。Hello， 你也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小区哎，啊？你也跑起来是吧？天不喊你来。中午晚上可以11点钟关门了嘛？说明的时间在那儿去。你看这边你还认到你那还就。哎，还真是一些嘛。你看，这边的人多，你不嘛，一见的还多跳完3场时候吧，基本上现在都收肉是认到的。这边的人，有些认到。西门桥也。还有那个人杰，这儿旁边，闸西确诊都报了的。这赤身多嘛的也是。看。这儿空了，这地方都没人了。10点半还可以拍个几分钟。啊！你去跳，去跳噻！在直播。我在。我家住。我都没有家。
的 QQ 长多大了？啊，你的 QQ 呢长多大了？我的快8个月了吧？比较大几倍，多重了？有好重了？有多重了？我的那个差不多，我的那个18斤左右吧。肯定比他大。连圈哦，里面还有一圈。哎呀，这个。嘿，选择的跳。